欢迎观众转到四条国际界现场，也是我们迄个单元呢，主要系来关注了解美国联准会宣布加缩表嘅市场哦。那对国际界经济行嘅情势呢，会带来乜嘅种嘅影响咯？今日请到嘅系台湾经济研究院嘅经济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孙主任。主任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主任，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联准会啊，他发布了他政策会议之后发布这个讯息哈，我们大家都看到说，其实都一如市场的预期，说它利率还是维持在一个很低1%到1.25%的中间。然后呢，另外它的就是有它的缩表时程是正式的出来的。那相关细节其实之前6月那一次好像已经有一点预示了。然后还有另外它对未来的经济有一个预测哈。我们现在谈这个，其实大家都会关心说，联准会什么时候会升息？但是其实我觉得可能更重要一点就是它什么时候缩表，然后缩表的影响会是什么？那我们想了解说，为什么说它会选择在这个时机点来宣布正式启动缩表？是，我想第一个我们要解释的就是美国为什么会有升息跟缩表这两件事情。一般的民众对于升息比较了解，就是把利率升高嘛。那美国在过去20年有3次把利率升高的过去的经验。1994年到95年，它利率从3%升到6%。是。2000年的时候，它利率大概从4%也升到6%。最后一次是2004到2007，那是最恐怖，它从1%升到5%，升4个百分点。它每次这样子升息都是大概2、3年的事情，然后都会造成全世界的金融动荡。特别是因为美国只要一升息，别的国家利率比较低，资金就会从东南亚或者什么新兴市场国家，什么墨西哥、俄罗斯钱就往美国跑，就被美国吸走了。是，那这些国家本来它的经济体制比较弱，金融都是靠这些外资在撑。是的，只要外资一跑，然后放空你的股汇市、债市。你的股债市就大跌，所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旁边这些东南亚国家就深受其害。所以美国升息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而且它是生生不息，它不是一直给你升到位。像它现在的利率大概只有1%，它未来3年后，照美国的进度，它3年以后要升到3%，也就是说过去的历史这3次的历史，它会再重新复制一次。是的。那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美国这次更恐怖的是缩表，因为缩表它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是缩表的意思就是说，美国过去这几年因为它的经济太不好了，光是降息都不够，是，所以呢，它不但要降息，还要印钞票，所以它的资产规模就是美国联准会印出来的钞票，本来它的资产规模是8000亿美金，是在2008年、09年的时候8000亿美金，结果它后来一直把这个资产规模 QE1 的时候，第一次 QE 它就从8000亿变2兆，然后第二次 QE 从2兆变3兆。第3次呢，它 QE 第3次就是差不多2012年的时候，13年的时候，它是从3兆变4.5兆，所以它的资产规模一下就胖了4、5倍，5倍左右。所以你想想看，这么多的钱，当然也不会说只有把美国的股市、房市推高，它是流向全世界。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台湾的房价什么时候上涨的比较多？就是2008年之后，就是刚好是金融海啸之后。我们的股市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些不是很好的政策啦，所以我们的股市涨得比较慢。但是今年看起来也从去年开始，9000、8000、9000、10000、10500，热度也开始在加温。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缩表这件事情跟美国的道琼指数那个图画在一起，他们是同步的。同步。现在美国要缩表，就是说它本来烧得很旺的一盆热水，它把下面的柴都把它抽走了，釜底抽薪，是把关瓦斯了。那你上面的火怎么会热？所以全世界的资金又会倒着流回美国去。那到时候对于股市、对于债市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所以缩表大家从来没碰过，所以这次一定要非常非常谨慎美国的这个政策。老师，你刚刚有讲到说，就是当你在釜底要抽薪的时候啊，它其实那个钱都会流向美国，而且市场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动。可是这一次的联准会公布它这个整个未来政策目标，为什么还都没看到说目前有很大的反应？尤其是像我们看到道琼甚至还小涨一点点，台股也是涨，台股也是涨的，对，台股也是涨。为什么就是说，当你在它还没有一个立即的反应出来？当你在开趴的时候，大家都是恋恋不舍啦。没有人想当最早离开的，觉得还热闹。等到你酒会结束，当最后一只老鼠，每次都在后悔说为什么我不早点走？这点就是我们最担心的一点。美国过去这些升息啊，你会发现它升息都是要3年、4年。是的，每次第1年、第2年的时候，对股市有影响没有？对债市有影响没有？但是那个时候，如果你及早做准备，调整你的资产配置，你不要等到最后1年，大家都在卖股票、都在卖债券，或者是在做资产调整的时候，你到时候再来做，你会来不及。所以你会发现那些有钱的大老板呢，他们在做很多规划的时候，都是比你先一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的经济不是很好，最近这几年有问题。对，所以李嘉诚在2、3年前就一直开始在卖中国大陆的资产，慢慢脱手了。他一直把钱汇出来。你有没有发现他汇出来那个点是人民币的最高点？是的，他在人民币最高点的时候一直把钱汇出来，然后接下来你就看到这2年中国大陆很多内部的资金，像那个万达，他们有个万达集团，也是把钱一直弄出来。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大老板，因为他们已经发现这些经济局势或者数字不太对，他们的布局，因为他们资产太大了。它不像我们这些小股民就2张股票了，你要卖随时可以卖。是的，他们手上的东西那么多，而且有时房地产要卖很难卖，所以他们要提早布局。如果当你知道美国做这个事情要花3年的时间，今年是第1年，那你确实有相当多的时间可以慢慢去调整，慢慢做准备。是的。但你如果等到最后1年，就像雷曼那个最后1年，你要卖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卖雷曼的东西，你怎么卖得掉？是的。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一次的升息缩表，市场并不恐慌，并不是说真的没有危机，而是大家已经10年没碰到这种危机了，是的，大家已经有点麻木了，而且现在投资人很多都是很年轻的一代，但你当你发现比较敢冲，对，明年后年，当你发现大家怎么都在卖。天气变冷的时候，你找一件衣服都找不到，因为衣服都被人拿光了。是的，老师，我们看到说，其实他联准会当初在设定这个缩表时程的时候，他其实可能好像有个目标，他希望通膨能够达到2%，是这个也是可能一个某方面经济的指标了。那他其实他最近的失业率其实也下降，我们看到说他也上修了他的这个整体的经济成长率到2.4%。那其实尤其是通膨哦，联准会关注这个指标，为什么这个通膨明明都还没达到目标啊？他为什么现在就要踩刹车？全世界的通膨都没有达到目标。一般来说，这些欧美日这些大国家，他们的通膨目标就是物价上涨的目标，但是1年涨2%，连台湾也都差不多。物价不涨不是好事。日本就是长期物价都不涨，那个叫通货紧缩。物价下跌的时候啊，大家都不买东西，就像房价在跌的时候，你就不想买房子，你就想等它继续跌到底，然后大家都在等了以后，那些厂商就想说，怎么都没有人买东西，我再继续降。一直降，一直在等，两边就一直坏下去，然后没有交易，就没有交易，最后找不到什么交集，所以通缩是对经济最大的杀伤。是，那我们大家都希望说，物价也不要上涨太多，一次上涨个3%、5%，我们的薪资都没有上涨3%、5%，你物价一次涨个3%、5%，我也受不了。所以为什么大家都把通膨目标定在2%？就是因为欧美他们希望说维持一个经济适当的动能，物价每1年温和上涨1%到2%最好，它可以有点弹性。对，但是对美国来说，它等不到2%，因为过去这2年因为油价跌太多，油价在2014年的时候还有1桶110，然后到了2015年只剩下50，是的，然后去年只剩下30，今年好不容易从30回到45，也没有多高，所以它的物价老实说都被油价拖下去。但是美国自己有没有通膨的隐忧？当然有，你看那个道琼指数已经多高了，对，是的，美国的房价已经多高了。然后美国虽然说现在工资还没有很明显的上涨，因为美国中部的失业率很高，它的工业州、矿业州、农业州，那很多地方都是找不到工作，失业率。铁锈州这个地方，对，所以他们会叫郭台铭或者什么台湾的公司去投资，是，他不会叫台湾去加州了，因为加州一堆公司，纽约一堆公司，然后芝加哥、休斯顿都是大公司，但中部很多乡下地方没有投资，他就叫郭台铭去那边投资，所以像是威斯康星州这种的，对，类似的，所以。美国现在并不是没有隐忧，你光看那个数据说啊，它的失业率是4.3%，美国平均叫4.3%，但不是所有美国人都4.3%，美国沿海可能只有2%，但是内陆可能是8%，所以他们有他们各自的不同的问题，要调节这个问题，对联准会来说，你不能只看那个平均数在做决策，你要因地制宜，所以对他来说，可能现在早点开始打一点预防针，慢慢开始。降一点温，我觉得对他来说是好的。他不能等到明年后年整个金融泡沫爆掉的时候再来做，他会来不及。他就没有所谓的可以操作的。你看到央行每次都是要对通膨最敏感，或者要去踩刹车的，因为他们自己都会有一个周期，他每隔3年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在另外3年做什么，他都很规律。所以央行在我们台湾的央行为什么都要有任期保障制？是就怕有人打断这个周期。等于是要让他的政策能够对他的政策延续性就非常的重要。另外一个就是央行必须要去考虑别的国家在做什么。那我们现在只有看到美国在做，那未来的欧、日、中、台湾怎么跟，那个又是另外一个学问。主任，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很好奇的说，既然他这几年印了这么多钞票，那么多钞票进到这个全世界市场来看，可是为什么它的包括一些 CPE 啦，或者是这个通膨指数，它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的，甚至比金融海啸之前还低的这样子？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它的通膨其实跟油价很有关系，油价很有关系，油价。
这几年芝麻油所以上涨，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供需的问题，不是什么需求减少，油价很多都是跟资金炒作有关系。比如说，大家可以注意到，2014年的时候，在第2季，国际油价还有110，就到第3季一下就只剩下一直往下掉，到了第4季第2年初只剩下50，从110掉到50，全世界的供给需求什么时候发生过这么大的变化？中国大陆经济也没有什么硬着陆，或者说其他国家，所以很重要就是资金在炒作。过去油价之所以可以上到150，就是因为资金炒作。当资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过高，它要出脱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把油通通卖了，然后就转进其他的资产，转进到股市，转进到其他的货币去。所以油价的高低其实是一个炒作的结果，但这个炒作的结果也伤害到了物价。你的油本来一桶150，我们台湾那个时候1公升95吧，36块，快40块。然后后来到第2年，1公升95只剩24块，你去加油，本来加满一次1500，现在加一次只要900块，那你整个物价就往下压了。那美国的物价到今天为止还受到低油价的影响，这是第一个资金炒作。第二个，为什么这个资金要觉得油价上不去？因为美国在挖页岩油。是的，所以美国以前是买油的，他现在已经改变他的政策方向，对他跑来变成跟你卖油，美国的油那么多，他来跟你卖，你根本受不了，他不买变成卖，所以油价也撑不住。所以油价撑不住2个原因，第一个是资金的炒作，第二个是美国自己在挖页岩油。挖页岩油，你看美国用的油现在都已经这么便宜，它的物价短期之内不容易涨，除非说有些什么新的经济因素。但是现在国际经济今年才是从去年到谷底。今年全世界经济已经开始慢慢反弹，所以美国已经注意到这个趋势。如果它再不动的话，未来这1-2年可能那个经济复苏的速度会非常快。到时候你再去动物价，或者是带动利率，来不及，你现在要先动。所以说，等于是那时候已经踩这个加速踩到一个极速了，所以要先提早看前面有车子，我先它其实得踩。这个升息也不是今天才开始，它前年底2015年底就升一次。去年升一次，前2年都升得很慢，因为前年有中国股灾，去年有新兴市场国家的问题，今年就升2次，而且今年他说了年底还再升1次，所以今年就已经踩刹车越踩越重了。那明后年我看这个调整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因为不但只有踩刹车，连手刹车都帮你拉起来，那个缩表就是手刹车。好，谢谢主任。那是今比上半场嘅内容，下半场呢技术呢带下来了解到相关嘅。日本同 L 區嘅市場呢，到底會有乜嘅樣嘅反應？也可以下再過來關注。除了那個下半場部分啊，我們先從這個。非常觀眾朋友繼續收聽，能繼續來刷點上半場按呢個話題，繼續來同大家孫九英來做搶告。主任，我們剛剛有提到說這個聯準會它這樣子的動作哈，其實我們還關注到說，其實尤其從這個10月聯準會的副主席費雪可能就要提前請辭了。那到了明年呢，包括葉倫的任期也到了，那總共會有5個空缺。對，聯準會中5個空缺出來，可以讓川普去填。那川普的態度來講，因為他是一個生意人嘛，所以說他當然會比較傾向支持，就是繼續的寬鬆，讓這個錢去流動。那你覺得說川普這樣的一個政策機會，當然是史上絕無僅有，它會對這個聯準會的縮表，甚至未來升息動作，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影響？我覺得不管他提誰哦，上來的這個聯準會的主席一定要夠分量啊，當然不會說是。都是完全幫川普做生意的，是的，他必須要去注意到為什麼葉倫、伯南克他們一貫以來他們在做的事情。伯南克是開始拼命放水、開始 QE 的人，那他也告訴了葉倫，我當初做這個事情是不得已，因為伯南克他是研究美國經濟大蕭條一個非常權威的學者，他知道當時經濟大蕭條，美國有很多事情該做而沒做，所以他是一個學者啦，他就覺得說，我現在來當我的。學理的試驗吧，我過去研究的成果就拿來當試驗，他就開始 QE。所以 QE 是一種試驗，是一種試驗呢。當然，日本有做過，日本不成功；歐洲也做過，歐洲不成功。但美國做就是可以成功，因為美國跟別的國家金融制度或者它的國力當然不一樣。日本現在佔全世界只有佔6%，是美國佔25%，
所以美国印的钞票那种影响力，你问每个人啊，比如说我常常问我的朋友，我朋友常问我说，美金可不可以投资啊？人民币可不可以投资？没有人问日元可不可以投资，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日元很少人问？因为每次问我日元的人都是他下个月要去日本玩了，所以要去换2-3万块了，而问我什么时候买。所以你会发现日元通常大家比较习惯把它拿来当消费的货币，但是美元、美金、黄金这2个叫金的东西，都是保值避险的东西。所以美国去做 QE， 当然它的效果比起日本要强很多，因为没什么人会报日元，它的基础就很大。对，而且欧元也是最近这20年才有的货币，美金已经存在，已经强了60-70年了，大家对美金的信任感就是比其他货币高，所以它的 QE 跟别人不一样。那耶伦知道伯南克当初这个是不得已的，然后现在该你踩刹车了，油门都给他踩完了，现在是该你踩刹车。所以耶伦，但是他这个主席又非常的特别，你会发现啊，他没有什么不可预测性，他讲的大家都猜得到，都知道你就是按表操课。然后呢，他其实也让大家试出一个，我觉得他这一次是一个非常好的央行总裁，就是他让你没有觉得说你会担心受怕，不会有意外性，没有意外就没有伤害。他让你都没有意外，他不会说今天让你猜不到，哎，明天突然来做一个不同的决策。所以大家也都知道他要升息，然后升息非常慢，前年底升一次，去年底升一次，我们大家想说怎么不升快一点？然后到了今年升2次，稍微快一点了，然后告诉你缩表，本来稍微紧张了，然后呢告诉你缩表我们还不急，我们慢慢来，搞到10月才要开始。刚开始每一个月先把你少100亿美金，对，他总共4.5兆，他每个月少100亿，没有多少。然后呢，过几个月开始给你加码到200亿、300亿。然后后面，所以我为什么要告诉大家，美国升息生生不息，它从来不会一步到位。它最恐怖的都不是第1年，都是第3年。都是第3年。但是你要做资产配置，要做你的投资转换，一定要第1年做，因为等到那1年大家都在跑路的时候，你根本找不到接手的买家。其实现在就应该要做不同的，对，尤其是你要去注意你手上的资产到底是哪一种资产。我们知道有一些资产它是变现很快的，比如说股票，比如说债券，它要卖就很快就卖掉。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大型的全值股啊，你要卖，待会你几百张以下就卖掉了。但是如果你手上抱的是房地产，你知道房地产这2年在台湾已经很不景气了，不好卖了。你这个时候如果再不早脱手，明年台湾的央行，后年台湾的央行如果升息升起来，到时候大家都在卖房子，丢不掉了。你到时候也丢不掉。你其实已经感觉到最近台湾的房市已经有吹起一股冷风，从今年开始已经有降价的风潮。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还觉得资金的 party 还在，我还可以再等一下，因为我们的银行利率这么低，很低，明年后年没有这么低。另外一个就是这是民众企业的决策也很重要，我们的企业有时候要买机器，是今年买、明年买、后年买，是今年你也可以后年买，但你今年先把钱框进来。对，所以今年有很多房地产公司或者很多的企业要去发公司债，因为今年资金成本最低，你把钱先留进来，等到你明年后年要买机器了，你起码有低资金成本的钱可以用。你等到后年再来借，银行的态度也高了，然后利率也高了，你到时候谈不到好条件。主任，接续我们刚才说，所以说你认为说这个川普即便是换了那个5个人，他的最后面的这个走势还是其实是比较可预测的。他还是要去执行耶伦这一个政策，他不可能说做一个太大的改变，因为央行的独立性非常的高啊。你就算用它了，就我目前看到央行独立性不高，只有日本。日本那个总裁根本就是帮安倍在护盘护庄的，安倍叫他贬他就贬，他就从75先贬到100，再从100贬到125。你去发现哦，只要安倍的支持率一降低，日元马上就贬值，因为那个是刺激日本经济、让民众有感最好的方法。但其他国家的央行不太可能去搭配安倍做，所谓他们政府做这样的事情，包含台湾，你有自己的职责要做。如果到时候你卸任以后，人家在骂你，在你任内货币什么或者是金融没有很稳定，人家骂的是你，可不会去骂那个政府。主任，我们还看到说，这个联准会的步调，其实有人认为说还是有一些变数在哦，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到说它的人事的问题，就是可能会换血。那您认为说这是未来还是可能会稳定的执行，是耶伦现在留下来的政策？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日本跟欧洲这2个国家，其实因为他们的也是 QE，然后它在这个市场上其实也是有这种结构性的影响力。那看起来现在日本跟欧洲其实他们还是走一个继续 QE party。对，我刚刚说了，美国的资产是从8000亿变4.5兆，其实欧洲跟日本也差不多，所以这3个央行本来加起来的资产大概是2兆左右，2兆美金，但是到了2015年的时候，它的资产规模应该有10兆，
是啊，也就是差不多也是增加了5倍，也不是只有美国印钞票，大家都在印钞票。你看日本老实说它的利率长期以来都是负利率，光负利率都不够，所以日本一直在量化宽松。前2年，在2015年，因为油价大跌，所以欧洲的物价大跌。那时候欧洲害怕死了，欧洲很怕通缩，所以欧洲也在量化宽松。那个时候是3台印钞机，美国刚印完，然后日本开始印，然后欧洲又开始印，所以每一年都开1台印钞机。我们全世界的钞票就像雪片般的飞来，有人在撒钞票。但是现在美国告诉你它要升息要收表，欧洲呢，你要看欧洲最近的物价，它最近的物价也在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欧洲的经济成长率还超过美国，是你的经济表现这么好，你的物价也在涨，然后当然它的失业率是比较高一点，但是目前看起来除了什么脱欧这种政治问题啊，每次来个恐攻以外，其实欧洲经济问题也没有那么大。是，而且你要知道，以前在英国投资的，现在可能都不到英国投资，都跑到欧洲去投资，跑到欧洲投资，所以金融的、汽车业都跑到英国。所以对欧洲来说，这个时候还要这么宽松吗？其实我发现欧洲央行这几次讲话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斩钉截铁。可是他们不是内部其实也在陷入辩论，说要不要结束 QE？对，但是我觉得当你美国结束的时候，下一个要跟进的很有可能就是欧洲。只要你的物价继续维持目前这个步调，然后你的经济表现不错，欧洲很有可能要跟进。所以我现在刚刚一直在提醒大家，你要注意美国升息跟缩表。如果欧洲再跟进来，你的问题会更大。那当然，日本我不觉得他会跟，因为日本就是靠贬值这一招。日本没有什么创新，因为它要靠出口，它就是靠出口。贬值对大企业什么索尼啦、Sony 啦、Toyota 这种是最好的，它就巴不得贬值。其实你刚刚没有提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也是这几年也是金融变化很大的，它的外汇存底从4兆变成3兆。是第一个，它的存款就先少1兆美金。第二个，中国大陆这2年应该要赚1兆，那1兆也不见了，也不知道跑哪边去了。是，所以它流出来的资金是2兆。我们刚刚在讲资金都用兆来算，是美国是4.5兆，中国流掉2兆，一样是美金，也是美金，这种钱在全世界流窜。那中国大陆现在呢，它明年19大一开完以后，它还要再把资金，它现在它一直在挡，它不让这个资金出来。是，所以你会发现呢，之前其实有4台印钞机了。美日欧再加中国，中国没有要印钞，可是它的钱自己跑掉，所以钱往全世界跑。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台股，我们10500新台币汇率冲30，就是这些国际热钱蜂拥而至。但是只要当美日欧中大家都在收的时候，到时候就釜底抽薪，还不是1家抽4家抽，那到时候冷却的速度会更快。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提醒大家，后面的走势一定要非常的注意？我不知道它是在今年底、明年底，还是在哪一年会发生，但整个大的趋势未来是往这个方向走。就像是海水退就知道谁在裸泳的意思。这个话人都会讲，但是就不知道海水哪一天退。每个人都想说在海水里面再趴一下，可是等到退的时候才发现，怎么大家都跑光了？那这样子对未来台湾的整个经济情况会有什么影响？像现在的万点会不会之后就会像之前突然整个崩盘掉？万点在这次是撑最久的，所以我在今年3月的时候有特别提到，今年的股汇市的走势是万点，29撑不久，万点是卖点。是过去台股万点通常都是卖点，这次因为资金实在来的太多也太久了，所以我们的股市呢还是撑到10500，也没有多少啦，就在那个地方一直定住。其实我觉得外资在第3季的时候，外资一直想找机会脱手，看得出来他就没有资金新的进来，他一直想要脱手，但是就没有我们台湾的散户要去接，因为台湾散户早就知道万点不安全，所以万点不接，而且现在的散户也都不是自己跑去买，很多散户是透过基金的方式，对基金方式在操作，他已经比较理性了，所以找不到卖点，他一直在撑在那个地方。但之后第4季，当我们新台币汇率往贬的方向走的时候，这个资金往外一退，你的台股撑不住了，到时候可能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修正。所以，我们台股的修正也不用等到明年，可能今年第4季就会看到。所以说，我们应该要先投资人应该先提早做准备，尤其像我们这种就是散户啊，散户通常手上都只有2-3张，总是认为说不急，我过2天再跑。可过2天你先跌一个5%，你就不想走，你想说我再熬一下，反正它会回来，越等它就越低。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做很多投资规划，我觉得9月、10月是一个关键。9月、10月是一个关键。对，因为我们新台币的汇率可能在第4季也会走贬，外资只要一走，它股市往下掉，你那个时候要脱手也不容易了。好，谢谢主任。你在今天嘅次条关系嘅內容，我未落嚟，觀眾朋友嘅收看，再會。